能把希望里有少来，再不及来。如啊，有啥都该过，好吧，真都还有啦如啊，有啥都该过，一能把梦塞嘎嘎马步。Ibu tentu dirimu akan dipihak kemudian aku能把希望里有甩来，再不及来。有啦路啊，有啥路该不一能把我沙里嘎嘎马不路，皮肤的路不敌人那路，阿卡都比哈拉的不敌人那路，阿卡都比哈拉的不敌人那路。大家晚安，欢迎你们上教会。太谢谢。好了，那继续欢迎我的乐手，小提琴手张力，小提琴手宋月，还有阿力。刚刚不到2个小时，才刚从台东回来，马上变得很台北。唱这首歌，在这城市去相爱。此时，漫漫修怎么在？清楚。
有没有睡着啊？还在吗？还在，还醒着。不好意思，把场面搞成这样。那你们还想怎样？刚我这几天都在台东，然后这也在准备第2张专辑，刚好要拍一些专辑的封面照，就想跟老板讲，跟制作人，拜托，可不可以回都兰拍呢？事实上是想要赚免费回家的钱，车马费，他就回去台东，然后连2天的晚上。就白天都要拍照啊，去山上、去海边，很多私房景点啊，应该希望可以在专辑方面给大家分享的。你可以拿专辑方面，对，这是部落人的一个讲过的，我先不讲啊，广大玩的啊，一方面也是促进那个部落文化产业。你刚刚风景的时候，刚好旁边都会有摊位。希望部落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都有赚到钱呢，有帮助到部落的家人呢。然后，但也因为这2天都要拍照，部落的小朋友都到我家练吉他，也教他们吉他也不过是从去年的暑假开始，感谢很多朋友，然后也有一些大哥大姐帮忙，所以就有买一些吉他，甚至有的是免费的，就送给我，让我带回去部落里面教那些弟弟妹妹。但其实也不是真的教，我希望他们自己可以喜欢这件事情。我家是免费的空间，我家已经变成青少年中途之家了。家里动不动就一大堆不知道哪里的孩子这样子。他们就是下午练吉他，练完了晚上就一起煮饭。然后吃个饭，聊聊天，然后再回家这样。然后阿公阿嬷、父母亲也都放弃那些孩子了，反正就免费的那个安亲班嘛。但是要吃饭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了，一来呢孩子们就10几个，然后还有加我的拍照的团队也是10几个，哇，这摆出来是3次桌那种像板桌一样的。那没办法，电锅都要煮2次，要2轮的电锅才有办法把饭煮起来。然后煮菜呢，就是那个你们看过板凳那种大的那个锅子有没有？我们用那个在炒菜，因为我不希望只有我会煮菜，就我要这些国中生、高中生也一起会煮菜，所以我就买菜买好了嘛，这样他们就自己在那切菜，高中生哦，刚打完球在流汗嘛，就切菜。现在很卫生啊，晚上要吃到有的朋友要吃，有啦，哥我有洗手啊，可是刚才去拿拖把拖地板，看起来不是很方心。然
然后我不想煮啊，我就想说教他们煮，因为之前带他们上一批，我都有教他们煮菜，煮平地人的菜啊，不一样啊。平地人的菜很好煮，就是沙拉油拿加盐巴，跟原住民料理不太一样。然后我就旁边就是因为想要让他们自己煮，然后就是旁边教他们放什么菜啊，有什么，然后先爆香啊，辣椒，感觉我是中透塞，然后但是煮很慢，我就很烦，我就开始喝啤酒。大概喝了快1个小时半了，才煮好，我都已经酒醉了。就是一边喝然后一边发牢骚，赶快调动动作这样子啊，好像搬家酒，然后重点是我那些台北来的朋友们，就是摄影团队们的，他们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形，一群国高中生在煮菜，然后看起来像在拌兜，然后可是又是年轻的小朋友在煮，然后煮完菜，然后吃饭完还开始跳舞这样，这是一个，我觉得我本来都觉得这个画面我自己很习惯，要被那些朋友讲一讲，我就觉得好像我家真的很像中途之家，所以你的那个不要的小孩可以上过来。好，那我现在带的是高2下，就是从高2一直到国小6年级的，但是他们上一批我已经带了5年，然后他们都长大了，今天也有来。我欢迎我们部落的年轻人。干嘛？出来了！看，你养的那么胖哦，胖嘟嘟的。这是我带的第一批也是很棒的弟弟，然后让你们听听看他们的歌声，带来这首《我们的约定》。Yeah.
的时候蛮安静的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就掌声还突然有，我觉得好像你们醒过来了。刚刚唱的是今天晚上最热闹的歌曲哦。你们的反应也只有这样而已，然后接下来就很沉闷。哦，听音乐比较有拘束啦，喜欢就摇摇摆摆，如果觉得还不错，打一点节奏也不错啦。要不然感觉好像你们在看电视，很难过又不能转台，就是这样好像不太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歌都比较沉闷的，我们已经错过一次机会了。下一首歌是一首。我看到，因为我开始喜欢做这些文化活动的时候，其实有一阵子其实我也是离开部落好长一段时间，再回去看部落的文化活动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矛盾。然后老人家突然有一年，我记得是在2000年还是1999年吧，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祭典，我们将近快20年、30年没有办，就是祈雨季，祈求下雨哦，不是雨哦，下雨这样。以前巴高拉这种我们讲巴高拉，就是下雨的时候，通常是在农耕时期，然后秧苗才要种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需要水。那如果天气不作美的话，秧苗撑不过几天就会死掉了。对，所以那个时间很重要啊。这个祭典通常都是那个时候要唱，不要唱这样的。可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吧，大家也开始信主、信耶稣。你看今天也在教堂，然后接下来又有科技，又开始有新闻、气象报道，慢慢的这样的依赖跟原来的那种信仰有些矛盾，开始慢慢把这件事情遗忘掉了。其实我知道部落还有很多无私的，然后。在那一年刚好，我觉得那个时代刚好文化开始被大家认同。1995年张惠妹出现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主题国立阿公，就一直那种原住民的热潮一直延续到2000年，陈建年纪晓君得金曲奖，对，陈建年还打败王力宏。想到这里跟你的对手是王力宏，也太妙了吧？太神了！陶喆哦，好嗨哦！差一个周杰伦。谁打败陈建年？不是那几年真的就是那个原住民的形象开始透过这些大众人物、这些前辈们有些转变。那相对的，在部落里面有些文化的东西就渐渐有机会浮在台面上。这个祭典我从小到大都没看过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。以前阿美族。我们相信上帝相信神是严明的啊，只要你有祈求，就是神都会听。但是当然也要看那个 case 的大小，然后小的事情可能神会听，如果你太贪心，有没有一下子要太大的话，可能这个东西就不见得会灵验。但有趣的是，下雨这件事情呢，就算是最大的 case， 很大的 case。这个神不会随随便便答应的。然后他们有这种习惯，就是好像这种很严重的祈求啊，要找那个很可怜的人。其实可怜的神比较容易同情，比较容易可怜。所以越可怜的人，神答应的 case 越来越大。所以要下雨这件事情，就要找真的非常可怜的那种。人不是巫师哦，巫师只是引荐，然后要引荐说，现在有一位同胞要祈求，巫师是在做这个工作。那祈求开口那个人是，如果要下雨的话，通常会找那个老寡妇，最好是她的老公去世了嘛，然后孩子也都去世，死光光的那种，还有那个很可怜的那种老寡妇去祈求下雨这件事情。这样神才会答应，因为他已经很可怜了，无靠的，无靠，怎么讲？无依靠，对，不是无辜，好这样。然后，因为我没看过啊，当然听老人家讲啊，通常这样很可怜的人，心态都会有一点点不平衡，他不会随随便便就愿意替大家讲这件事情。
去跟神祈求。所以一旦真的有这样的人，其实那个阿嬷其实非常有大爱，部落的人会非常认同这样的老妇，所以他的祈求就会变得很伟大，然后才有这样的奇遇记的歌谣不断的被传唱下来。但其实剧的歌我不会唱，而且有禁忌，也不能随便愿意唱。也是因为看到那个很有大爱的阿嬷再度呈现的时候，我内心有非常大的激动，所以写了这首歌《奇异的妇人》。谢。